一部我哋想推薦嘅咧就係惠而浦 HC638S 71cm 自動清洗二刷式抽油煙機。呢一部係71cm 嘅2合1抽油煙機，排風量高達每小時1090立方米。煮嘢嘅時候咧吸力好強，油煙咧唔會留低喺屋企，空氣話咁快咧就清新晒啦。佢最犀利嘅位咧就係煮完嘢食之後，只要喺面板撳個自動清洗鍵咧，就會自動注水，再沖洗內部嘅風輪同機身，唔使拆開底板嚟清潔，又唔使怕油污咧積住，啱晒冇時間成日清潔嘅上班族。另外佢個底板咧亦都係用咗二刷式設計，如果想做深層清潔或者拆出嚟清潔得更徹底嘅話咧，底板都可以輕鬆拆落嚟，清洗完成之後再裝翻，非常之方便。而且佢仲設有自動斷電安全裝置，唔使怕整親。佢仲有左右獨立開關，如果淨係用一邊嚟煮嘢食咧，就可以淨係開嗰一邊嚟吸油煙。仲有延遲關機功能，確保所有油煙咧都抽乾淨先閂機。